伫古早诶时，从地号米沙要降临来应允各个世间人，因讲起有一位大君王要用公义甲智慧统治这世间，最后带和平互世界。毋茫存伫众百姓的心内，因惦伫期待先知的异象甲上帝应允实现的生活中，总是因所期待将确实归落世界无声无影。百姓的信心伫绝望中摇窜，因着超找复兴的路。虔诚的人伫意祈祷，较无伫暗暝会听见伊上帝的声。啥时上帝会向伊的百姓出声讲话啊？啥时弥撒会来临啊？即款无声无影的情况，啥时才会结束啊？当圣神的话气运行伫百姓中间，提醒讲上帝应允要实现啊，就是对圣经所传扬大欢喜的好消息。恁的上帝耶和华伫恁中间，就是全能的拯救者。伊要因为恁欢喜快乐，伊要因为伊爱恁来点点，佮为着欢喜恁来唱歌。